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2月2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学校开学有真侪老师拢伫门骹口甲学生放体温，不过学生上侪中山工商这间高职是也无法度甲学生一度甲交换。经济部调查讲，2月餐饮、小卖和批发业营业额受影响，减有超过700亿。立法院当伫咧拼要通过纾困条例。外交部针对去南韩旅行的建议，已经提高到第3级的警告。真侪旅行社嘛接到人客要求，讲要退款。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点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讲，今日有个新增加一个患者，这是第27个迄个80多岁乌里桑的孙仔，今年才11岁，这也是目前台湾诊断确定上少岁幼囡仔。即阵咱国内患者已经计共有31个。另外，按后日开始，13岁以下儿童买喙罨，就唔免阁分双卡日。咱嘛来听疫情指挥中心陈市长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我们就有一个确诊的案件哈，那第31例，好，那第31让大家方便让大家了解起见，好，第31例是从我们第27例哈所衍生的，这家庭总共衍生的5例，好，就27，好，那28是长男，好，那30案是他的妻子，好，那29案是他次男，31案是孙子，好，那今天早上确诊了，好，那现在相关的疫调。好，也已经展开，那有进一步情况，再跟各位来做报告。再来看，就礼拜4起哈，我们本来就是说儿童的健保卡，哈13岁以下，好，本来有单双号的限制，哈，现在也取消单双号的限制，好，他每一天哈都可以哈就可以买。那以前是可以代买一个，好，我们现在可以代买3人次，好，当然你带了哈3张小孩子的健保卡。好，13岁以下的健保卡就可以买，每一个人好4片儿童口罩，可以买3人份。早起高中以下学校拢总开学咯，有真侪拢伫咧门骹口，一个一个甲学生磅体温。毋过台北市某国中是要求学生踮伫厝里，家己先磅过，再写一张单说明家己健康的情形，到学校门口就毋免搁再磅。不过，某个学校是说讲来读书，同款就搁磅一摆。另外，某学校甲营养午餐按拼头卡改做直接拍饭包，一人一粒。有体温表的左右边，没体温表的左边。17点通啊，台北市民湖国中的学校门口已经有真侪学生等待要磅体温。3、6点是要多喝水哦。好。那你今天开学，你的心情怎么样？就是有点沮丧，因为要假期结束。学校正门头前的空地阁算大，校方采用4线分流，毋过有真侪学生伫厝已经先磅过，家己摕自主健康检测表，快速通关，真紧地当日去学校。昨天晚上下载，今天早上印。你早上量几度363。17点半，1700外学生有90外学生已经到学校。对面的明湖国小嘛是1800人的大间学校，正门甲2个小门拢有检测站。就算讲囡仔伫厝里已经先磅过体温，入去学校进前拢搁爱磅一届。虽然在事前我们已经有去调查他们的旅游史，但是今天第一天，我们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认为，在这个开学的前2周，我们会这样子做。抹布拿出来，卫生纸拿出来。正式开始上课进前，学生搁一届家己的桌仔甲椅仔消毒，老师搁一届来磅体温，而且到中昼的时阵，搁爱加磅一届。就是要消毒，然后洗手之类的。希望讲会当做甲防疫的部分无漏到，明湖国中阁决定讲，伫咧228年假进前，这3天的中昼顿，拢改换做一个学生一个便当。请孩子们就是1人1份，这样子，不然的话，先避开，初期进校园的那个可怕的一个可能性的风险。照学生的年岁、人数甲学校的资源，各校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维持学校内底正常的教学活动。毋过这学期，毋但国外参访的部分，真侪高中2年的学生录营的活动嘛取消，所以嘛有真侪学生化工真正是真无彩。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台北市高文特市长，阁有新北市校友谊市长，个人拢有去辖区下底学校视察开学的情形。高文特市长讲到外界不时拢会比较因两个咧换，啥人防疫的工作办了较好。一来高市长是肯定校友谊市长的表现，毋过嘛讲抵挡病情破开，这算是伊的本道。对台北市政府的作业也是真有信心。
学生挂喙暗，一个排队量体温。今日就是开学的日子，全台湾各学校全面应战。湘北市长透早也拢去学校视察防疫的准备工作，对较大也搁调伫咧中国无法度返来台湾读册的台湾学生。湘北市长表示，即阵会伫咧现有的能力范围内，尽力掌握学生的人数，也进行相关的应对。远距教学那个整个系统都有啊，那至于大陆就要自己要翻墙了，我就没办法。不管他是不是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或是不是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每一个老师关心同学的健康，学校掌握同学的健康情形，在这个最重要的时间点是很必须要的。各学校拢咧无用校园防疫的工作，但湘北市的表现也去互外界摕来比拼。湘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学校一定会尽全力，请家长放心。台北市长郭文铁也肯定新北市的表现，不过强调，若讲到防疫，这是家己内行的，对台北市是真有信心。这种是比较不公平的比较了，因为这个领域本来就是我比较熟，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新北市做的都很好，不要像出现韩国那种1天200个。我们要维持这种每天一个这种情形，要拉到中国大陆疫情有办法真正控制，台湾才有办法真正解除危险。不管是小学校的孩子们，你们安心，包括在所有的市民们，市长一定会全力以赴，请大家安心。每一个个案我都很清楚。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强调，伫咧做防疫的工作，中央甲地方就爱共心。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搁一届提醒，踮伫咧厝检疫的人一定爱乖乖啊做好防疫的工作，唔好拍走。郭文铁也强调，现处时上主要的敌人也是武汉肺炎，若要争来争去，等疫情结束才来。记者阿敏、金田玉、随陈信良台北新北报道。那高雄市的中山工商是通台湾学生上介济的高职，拢总有7400几个。早起，这是连崩下头的夏温枪都要宽无够。若用红外线感应体温的机台，嘛敢若先设一台尔。有的学生只有是去到教室内底，才互老师斗磅体温。校这边嘛讲，这几天拢会要求同学无论坐校车，还是踮教室内底上课，喙炎拢都要挂掉咧。透早6点50分，第一班校车到位，全国同大的高职中山工商开学，包括坐校车甲行路，总共有7400名学生入来学校。教育部特别来看防疫情形，不过学校原本想要让学生上车进前先量体温，却因为额温枪无够，只好部分取消。不是所有的学生在上车之前，他可能额温枪的数量不是那么足够的话，其实他下车量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150几台校车加上每一个班级嘛爱用，学校欠40几支额温枪，只好要求坐校车的学生全部挂喙炎，并且伫咧传长放红外线监测器，方便大量检测。但对小物件入来，学校就袂附装监测器，改用班级家己量的做法来补救。一个是进校门的第一个关卡，那第二个关卡就是进到教室之前，老师就会指导学生大概做3个动作，那么检查口罩，然后量体温，然后做消毒的一个动作。用1点半钟，所有学生才全部入学校坐定位。虽然教育部表示，检疫以后学校内底唔免挂喙炎，但中山工商也是要求学生伫咧室内拢爱挂。为学校学生共款唔敢无挂，开学典礼更加留伫教室看影片，减少接触。口罩是全程戴着，对，这样比较不会口沫、飞沫传染。那学生也都很努力的都准备过来，然后就算我都有提醒学生说，就算不是医疗用口罩，防尘口罩也戴着也好，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学生70%的学生都是搭乘交通大众运输交通过来。多开学老师学生拢在观察疫情，虽然唔敢学袂起来，但学生烦恼厝内喙炎无够，逐工读册用。中山工商第一间嘛有150名学生无家己带，已经用到备用的喙炎。对师生来讲，喙炎是不是有够长期使用，有关是大挑战。记者王家川、郭建顺、严昭宽各用报道。观众朋友，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昨收盘，甲日本这边早起开盘，指数拢跌超过1000点。咱台湾的股市一个开盘嘛是跌超过100点，甚至半年的平均线都顾无掉。加在台积电、鸿海和大立光大盘的比例顶较重，这几支有扭起来。搁一寡和防疫有牵连的，亲像生物科技也是医疗器材的股票有抢悬，买手大盘是平均，无啥搁落掉。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到全世界金融市场，影响投资人的信心。就伫咧拜一，美股道琼收盘落1031点了后，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开盘嘛是落1000点，台股开盘嘛落尾100点，险啊无甲半年线收掉咧。盘中伫咧大型宽跌股的支持之下，目前大盘伫咧平盘区间震荡。当然有担心了啊。 但一开盘，在这边量已经冲出来，现在量已经收了嘛。因为大家怕的话，一来赶紧出，大家都这样子想，看美国跌那么多嘛。 受到美日股的冲击，台股早起各类别的拢落，不离个了，包括台积电、鸿海、国际、联发科拢是红盘。其中鸿海伫咧外资调关目标价鼓励之下，起超过1.3%。台积电嘛起要1%，若是防疫概念股，阁是直接起停。疫情的事情扩大，会大家比较恐慌啊。但是因为市场的资金还是非常的多，还是找机会在做布局啊。所以现阶段，除非疫情再扩大，影响到美股的部分。 不然这边短线看起来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底部。这礼拜企业的小连续公布去年的财报，伊今年成长会真好，但是今年首季财报因为疫情影响出现下修，佮加上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分析师提醒投资人也是爱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经济部的调查指出，讲2月餐饮、小卖和批发业，敢若去互这边武汉肺炎拖累到，营业额就减有超过700亿。 学者是分析讲，今年春天经济数字有影是无通好，毋过若参考 SARS 迄当阵的变化，影响结果是一季尔。尤其即回政府阁已经有传纾困特别条例这部法案咧斗经，按算7、8月啊经济都会反好，阁扛起来了。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地团影响来自国内真济经济学者悲观预计，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数据会真歹看。 厂商其实对2月的看法都不是很乐观。2月份的话，整个批发零售餐饮营业额可能会下降不少哈，大概超过700亿。但是实际冲击多少还是要看民众恐慌程度哈。经济部统计处最近调查国内业者受到疫情影响的状况，预计2月份整体零售业成长率降低4.5%，初步估计产值减少125亿，餐饮业降低8.7%，减损超61亿，批发业降低超过8%，减损产值上悬超525亿。2月份国内商业影响会减少711亿。不离个用2003年SARS经验来看，预计国内经济冲击上大的时间点会伫咧3、4月份，第2季底、第3季初的时有机会来变好。冲击最严峻的这个第2季的时候，大概是3月、4月。如果说只有1季的冲击的话，大概就是有机会 V 型反转。另外，台经院公布1月份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拢是降低趋势，若是营建业的营业气候测验点是从9个月以来上低。学者表示，真侪业者对未来半年的景气拢感觉真悲观，若是政府600亿纾困特别条例，敢是会当进行内需市场，可能嘛要等下半年才会当看到实际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立法院的议会，今日就是咧拼要通过这部纾困特别条例。毋过关系防疫照顾甲薪水敢要照拍，在调在野各党嘛是悄悄卖出共识。早起就针对互相看法无同的条文，一日详细讨论，阁有随调啊表决。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影响台湾，立法院日是针对疫情的纾困条例草案，在1个版本进行马拉松式的调研协商，要拼伫咧2月完成三读。但是目前敢若伫咧疫情管控处罚达成共识，不离个针对去互居家隔离者，敢是要互因薪水补贴；停课的期间，爸母照顾囡仔的防疫照顾假，敢是要日发互因薪水，也是意见无同。所谓的防疫隔离假，那这部分我们希望可以比照公假给予全薪，或者是他生计遭遇困难，给予相关的防疫津贴。防疫的隔离不是用公假的概念啊，他其实被强制被隔离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请假了嘛。所以在这里面并没有发生公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再去由各党团代表进行广泛讨论，国民党甲时代力量烦恼讲防疫照顾假无日发保障，互真侪家长唔敢安心请假。针对防疫隔离假，行政院今仔电讲爱互因适当的补贴，国民党提出公假付专薪，民众党提出逐工上少600块的补助。时代力量认为讲应该保障基本工作的8成。另外，防疫照顾假，行政院用企业租税减免，鼓励付薪水，
水。国民党甲民众党认为讲应该要有6成薪水，时代力量是提出基本工资的8成。你要能够保障企业，也应该要能够保障劳工嘛。事实上，他拿到企业的纾困之后，他反而拿了这个钱之后来解雇劳工，给付劳工的资遣费。劳工要到疫区工作，他本身可以去拒绝雇主的这一个政策上的支持。那很遗憾，这2个部分却并没有得到朝野的共识。针对假日假今是要付薪水，日时劳动部嘛表态，认为纾困条例是假日期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所提供的补偿，要求头家付薪水无符合大法官解说。再见议会针对争议关键的条文，一条一条讨论进行表决，全力拼三读。记者综合报道。这当阵外交部针对去南韩旅行的建议，已经提过到第3级的警告，到柑仔色的灯，搁去哩就是禁止去国境搭的红灯咯。当真侪旅行社嘛拢接到人客的要求，讲要退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就讲，咱国去到韩国、日本甲中国游览的人有影是袂少。未来因为退款所产生的争端加强起来，惊的是会算100万的济。桃园机场早起有部分航空公司取消飞韩国班机，目前大韩无长航，不过旅客量因为疫情已经非常少，只剩零散的乘客，因为读册或者是工作也是爱飞。受到南韩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3级警戒影响，到3月底，差不多有8成团客已经退团。24号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协助大概3月中旬以前的消费者前往韩国的都有做取消了，所以到24号下午的时候，身为3级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就是陆陆续续还是通知3月底以前出发的一个旅客。观光局统计，目前国内伫南韩的团客差不多是17团266人，已经请旅行社各地旅客。25了后为韩国返台湾必须自主健康管理，27了后返台湾需要居家检疫，所以业者大部分努力协助旅客用伫27进前返台湾。品保协会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协调，若是安尼改变行程或者是班机产生的争议款项，应该如何处理？机票或者是国外旅馆这些，他们并没有因为说有疫情的升级，它的退改票、退订的规定有改变，款项的一些争议上面的金额至少超过新台币100亿以上。随中国禁止出团，韩国升级3级警示，日本疫情也一直拖开，旅行社退团潮一波接一波。品保协会统计，因为过去台湾人去中日韩旅游占所有出国比例7成，今麦受到疫情冲击。抓来退团转团的争议款项，恐惊会有上百亿。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按武汉包机载回来，头一批国民14天隔开观察的时间已经到。若宣召公主号游览船的台湾旅客是华航负责接回来，是讲当时要搁包机过去武汉，到当是拢也搁无啥进展。敢若昨遇到迄有病迄个少年囡仔含面老母，有坐中型的飞机转来尔。但研究两岸关系教授是讲，这就是中国要甲压力下过来互台湾，过来敢有人会当搁照这款办法倒转来，就搁观察咯。留伫中国武汉的迄幼边少年甲伊的母亲为成都坐长荣航空顺利到桃园机场，防疫人员唔敢大意，但是安尼嘛解除少年的转移危机。不过安尼等来台湾的模式，甲会变做是下一波留伫武汉的台湾人想要等来台湾的新选择，哪里立委有无共款的解读？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发生在成都的类包机行为，这个规格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包机着重的是防疫，是科学，不是政治哈。不要有这种用例外，或者是说用这种好像没有办法是一个很正常的方式能够回来，那这样子反而可能会变成是一个防疫的漏洞。目前两岸直航航班一从北京、上海、厦门到成都4个地点5条线，不过武汉继续封城，第2波武汉包机一直无消息。伫医疗、个人道救援，佮加上20日，武汉底站的由汉都解除封城，伫台商的协助之下，以母仔囝2个人为武汉冲去成都等来台湾。学者认为，中国是甲压力转互台湾。把这种所谓台湾民众回来的压力透过这种个案可以突破，然后转嫁给台湾政府。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观察的。
少年甲伊母亲成功登来台湾，有人私底下强调讲这是特别安排，但是这嘛代表两方有沟通协调的事实，只是各有坚持。嘛是因为这个案例有登来台湾的新模式，嘛互袂少留伫武汉的台湾人有新希望。但是敢会变做大家人拢会当坐，毋哪伫中国甲要放人，我方阁爱谨慎面对，避免变成防疫破口。如何解套？两方继续过招。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疫情指挥中心今日表示讲，咱国按宣召公主号游览船接回来国民内底有一个人产生发烧，但已经送去到病院负压力的病房治疗。目前全世界诊断确定得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77000几个。咱嘛赶紧来看上届新统计人数。中国诊断确定的病例有77658个，目前死亡的人数是2663个。台湾今日佫增加一个确诊的病例，目前是31个患者。那香港是81个。日本方面，宣召公主号船顶有691个病例，日本国内是159个例。韩国的疫情嘛是拖了真严重，目前已经有893个人诊断确定。那伊朗这国目前是增加到61个病例，新加坡这边是90个病例，泰国35例，马来西亚是22个病例。欧美国家是意大利，目前疫情上界严重，已经有229个病例。美国嘛增加到53例，英国是13个病例。早起南韩佫新增加60个诊断确实的患者，到当治病已经有893个，死亡的案例嘛增加到第9个。按起来是中国以外病症拖了上绝佳的一国。因为真侪患者拢和新天地教会有牵连，但所有这个教会信众拢都要验病毒，按起来是超过21万人。搁有就是南韩的3军内底拢已经有人治病，后个月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恐惊嘛会受影响。针对南韩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继续咧升悬，全国17个行政区，包括首都首尔在内，嘛拢沦陷。世卫组织二是讲，对这种情形感觉真烦恼。The sudden increase of cases in Ital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re deeply concerning. 南韩目前确诊的患者，大约60%甲新天地耶稣教会的大区市教会有关系，15%是甲庆祝八道的大南病院有关系，出现群聚感染的现象。当局决定要对迄个教会信徒做病毒的检测，估计恐惊会到215000人。政府会要求教会提供信徒具体的告知，嘛爱提供1月到2月去大区教会甲其他分会高风险者的名单。另外，大区市嘛开始出现真侪民众排队买喙罨的情形，疫情嘛对当地经济造成真大的冲击。在地的东大区火车头外口，真侪客停车司机讲是完全再无人客。 손님이 굉장히 많은 곳입니다. 여기에 들어오면은 한 5분, 10분 만에 다 손님을 싣고 나갑니다. 그런데 지금은 40분에서 50분, 1시간씩 기다립니다. 另外，一个确诊的患者19捌到南韩国会参加研讨会。南韩上大的在野党未来统合党的召集人，也就是前国会副议长沈在德，迄当阵嘛捌甲即个人有接触，所以国会决定取消原本日是要召开的全体委员会。南韩总统文在寅日是嘛表示，会追加防疫预算，全力控制疫情。 不过，因为南韩陆海空三军已经有10外个士兵去围着，所以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二是甲南韩国防部长郑经斗伫华府讨论，会考虑缩减3月联合军演规模。另外一方面，全球对南韩实施入境管制的国家嘛愈来愈多，包括以色列、巴林、约旦、香港等等的所在，拢禁止14天内有去过南韩的外国人入境。 另外，文莱、英国、澳门、伊索比亚等等的所在，是要求为南韩来的旅客爱自主隔离，或者是伫指定的设施隔离14天，搁接受病毒的检测。也那南韩真强的男子团体 BTS 防弹少年团24的新歌记者会嘛改做线顶直播。记者综合报道。 欧洲的意大利诊断确实的患者已经有229个，其中7个致病死亡。但民众嘛拢真惊吓，已经开始烧钱咧买喙罨、蹲日用品。世界出名，大家挂面区出来街面热烈欢喜的 Venice 嘉年华会，嘛宣布提早结束。搁有运动界众人拢注目的甲级骹球联赛，嘛讲举办的时间会延期。
超市门口真侪人挂喙暗塞推车咧排队，等待入去超市买物件。武汉肺炎伫欧洲继续拖，各有病人因此死亡，是欧洲疫情上严重的国家，引发着民众的惊吓。除了欠喙暗，佮开始抢买物资。为了民众的安全，原本要伫25号结束的威尼斯嘉年华，提早伫23号停办。Avevate pensato di poter sospendere questo volo come hanno fatto altre città o no? Beh sì, abbiamo valutato sempre tutte le condizioni, non c'erano le condizioni di rischio e per cui si è pensato di continuare. Ovviamente con le notizie di questa mattina adesso stiamo aspettando i referenti medici, verranno fatte ulteriori strette in termini di sicurezza. 当局伫22号下令封锁10几座城市，包括伦巴第大区甲威尼托大区。伫伦巴第大区举行的意大利骹球夏季联赛，就有4场比赛延期。另外，米兰的时装电视就换一个方式，用网络来举行。 gente e sono contenta del fatto che Giorgio Armani oggi abbia deciso, insieme anche a Lavinia Biagiotti per il marchio Laura Biagiotti, di non fare le sfilate nel modo consueto ma farle a porte chiuse con la diretta streaming. È una forma di rispetto per tutti. 第23号，一班为威尼斯出发的火车经过布伦纳山口的时阵，因为传出车顶300多名乘客内底有2名乘客有可能有发烧的镜头，佮互奥地利要求停车检验。4点钟了后，排队乘客感染肺炎的可能，才互列车入去奥地利前往德国的慕尼黑。记者陈世栋报道。转来看香港的北角这大所在，一间学堂叫做福辉精舍，这是已经有7个信众诊断出去得着武汉肺炎。 尤其昨搁新增加3个，嘛拢有踮这间学堂出入的病例。其中一个负责人伫咧新历正月2日到31，身体침带病期间，搁捌去到日本奥萨卡行打过。目前香港诊断确定的患者，尚无是已经有81个了。 香港北角福辉精舍学堂出现武汉肺炎群组感染，原先确诊有4人，24个增加3位信众感染。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其中1人是68岁福建人，2月初1到初6，逐工拢去学堂；另外一个是57岁家庭主妇，接复期期間1月2日到31，要去日本大阪。77咧，2位咧都係曾經去過福慧佛堂嘅，即係我哋之前講嗰個北角嗰個佛堂啦。咁76個咧就係57歲一個女士啦，咁佢係家庭主婦啦。咁佢喺潛伏期咧就曾經就喺1月26至1月31咧就去過日本大阪玩啦。喺學堂所在大樓附近街路消毒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學堂信眾佇大年初一15捌鬥陣食飯，期間攏無掛喙暗，可能就安尼傳播病毒。 按國學堂無登記註冊，較歹追蹤出入的信眾。另外，泉州公主號等香港乘客74也個新增加4例確診。79宗個案嘅58歲嘅女士咧，咁佢就曾經喺船嗰度咧，就喺2月4號就有少少喉嚨唔舒服嘅。咁佢而家咧就係冇乜不適嘅。 咁就係喺瑪麗醫院咁嘅。疫情退燒，香港是大家攏真驚嚇。面對南韓也爆發宗教場所的群組感染，香港提高戒備，已經對南韓發布紅色旅遊警示，無允准為南韓飛香港的外籍人士入境。記者綜合報道。咱嘛來關心甲交通意外有牽連的幾條新聞。 昨暝就關一個姓陳的男性，駛一隻無牌鐵牛啊，載一載相時查，經過苗22線這段道路，車煞向故障，先去弄到路邊的電火條，規些人掛車，再個衝落去20公尺深的溪坎的，消防人員溜索啊，落去要救，不過這個駛車的男性已經是全無氣息了。3點鐘方向，這裡。 消防隊員用2隻推來降落差不多20公尺深的山坎內底，終於找到姓陳的男子，但是已經無生命跡象，已經登去傷口，唔知走去倒位。消防員只好一邊來搬大體，一邊來爬上奔跑，找伊的傷口。高處段落的時候，它有壓斷小腿的部分，從膝蓋以下。那因為顏色太接近了，木棍和它的顏色太接近了。我們還沒有確認它的2隻小腿骨在哪裡。 警方初步來研判，無排除是姓陳男子駕駛着拼裝車，開車經過苗22線往運動港5.6公里的所在，車失去了控制，行動在了路邊的水泥電火條啊，
已经变形的品种车就卡伫边坡。细仔来告诉，这是有查地条嘞。车所在的木棍压在河床底下，那我们的同仁就从这边架2个双阶梯加强型的，然后穿越那个小溪流，把木头拨开，再用装丝带把它运回这里。消防员最后用吊挂方式，把细台男子代替丢倒来路边，用了1点钟的时间才找到登记的双卡。品种车问题甲安全性，嘛伫这场车祸内底被凸显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讲高雄市有一只当要出勤的消防车发生交通意外，造成一个消防人员不幸死亡，4个人受伤。但台南市的消防局嘛决定要约束消防车的后载，过来敢若会当放拍火的装备，袂使阁有人坐起哩现。啊，若人员要出勤，就要分开另外一拍火的车辆出去。毋过，嘛有消防队员私底下是讲，真是要做甲到，惊是较为难。台南消防分队的队员，逐工要做的工课，就是保养車輛，佮有整理裝備。毋過，這個原本是為着出勤方便，互人坐的所在，未來只會當放裝備，袂使坐人。因為平常其實大家都有個默契在嘅，所以應該到其實大家都知道大概自己要做什麼。那所以你覺得這種政策對你們基層來說怎麼樣？有保障嗎？還是怎麼樣？安全上可能會多個保障吧。進前高雄市發生出勤的消防車轟墜浪，造成1個死亡、4個受傷的代誌。為着要保障消防隊員的安全，台南市消防局是全國第一個規定消防搶救的車輛後艙只會當放裝備，而且按行照頂面會當坐的人數。出勤的時陣，人員坐伫其他救災的車輛頂面做伙去。還是以行照上面規定可以乘坐的人數啦為原則啦。乘坐人的話，萬一有事故的話啦，這個對法令來講，對我們同仁都不是都沒有什麼保障啦。除了嚴禁後艙來進載隊員以外，我希望可以加強在設備上，我們可以增購雙排的這個座艙的消防車。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不過也是有消防隊員私底下表示，因為因常常要佇車頂討論勤務的狀況。愛落實是真困難，一開始一定會造成救災無方便，希望閣有討論的空間。民意代表是講，目前消防搶救的車輛會當坐的人數是3個人，不過其他的縣市是會爭取7人坐的消防車輛，未來也是會爭取汰換。記者綜合報道。因為內政部已經有提出要修正國土計劃法內容一部分的條文，按算要引準地方政府，唔免踮佇咧後年4月底之前，一定要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啊，閣有就是，若行政院有核定國家的重大建設，嘛會當檢討變更國土的計劃。早起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就警告講，法律若真實安尼修改，是會變作國土的破壞法，因是真無贊成。國土計劃是關係到國內土地使用甲空間發展的上會法定空間計劃。原本地方政府應該伫2年內，111年4月底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但內政部要予因有時間規劃閣較完善，拍算修改成立一定期限就會使。會知時代力量立委批評，安尼修法是國土破壞法。那現在改為一定期限，就是等於可以無限期的延長，所以地方政府想要劃農地做工業區，想要把農地或者是濕地做開發，就越來越方便了。頂禮拜是行政院會，內政部提出國土計劃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要增訂。若經過行政院核定的國家重大建設計劃，會當來檢討變更國土計劃，嘛互環保律師詹順貴批評，這是倒退路的修法。需要面對5年通檢一次的時間，才有辦法納入國土計劃的檢討。那我們覺得這樣會有礙於行政院核定重大計劃的推動。像苗栗大埔啊，許多的這種動不動就被認為是行政院核定的國家重大建設，其實它第一個非常的腐爛，第二個沒有任何的標準。民進黨連任之後，馬上就用這種更加倒退、開發至上的思維，重新要把這個後門打開，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以為然。內政部說明，所謂國家重大建設定限定經過行政院核定的，並不是凊彩會當變更，嘛強調這個修法正迫有必要性，會積極甲立法院來溝通，但時力立院黨團有緣呼籲行政院撤回草案。記者林俊文、曾志成台北報道。咱閣再轉來關心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開設甲第2級。
由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担当指挥官。毋过，捌做过卫生署长的杨志良教授是讲，在伊咧看，台湾其实已经进入社区传播，就是有患者查袂到炭病源头这个阶段，该档爱提高起来设1级的指挥中心。那继续无要改进，这就是政治决定，是执政者的判断，爱个检讨。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目前是2级开设，也就是由卫福部部长陈时中担任指挥官，前卫生署署长尤志良认定讲，目前国内尚无能力无法度确定感染源，这已经符合防疫指挥1级开设的标准。发现这款的感染机会敢若会变多，伊认为讲即马无提升做1级是政治决定，蔡政府强调公布进入社区感染阶段的讲法是家己欺骗家己。那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们已经发生了社区的传播？对不对？所以你才1级开设嘛，所以这个都是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这是看这个政府，他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尤志良表示，新冠病毒甲英国病毒比起来，传播力真强，敢若是做伙食饭，就当传染几下个人，佮加上潜伏期真长，佮有真侪感染者并无症状。照依早呼吸道传染病的例来看，爱到热天的时阵，疫情才会较稳定，所以民众佮需要甲新冠病毒共存一段时间。虽然他们认为说现在还不算哈，为什么？因为只要中国的疫情不能够这个反转，全世界就不可能反转。就算你有药也没有用，为什么？这个药只是让这些已经感染的人不会发病以后不会死亡，但是不会阻止它传播。针对各级学校开学，尤志良指出，目前中国武汉肺炎死亡人数当中，并无10岁以下儿童的案例。中国领者则是高风险族群。伊对流行病害角度来看，建议除了有先天疾病或者是疑似呼吸道症状以外的人，其他的学生建议伫咧上课的时阵，无需要来挂喙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中华心理卫生协会上届新的调查发现讲，面对病情咧团的情形变化，做人父母的比较囡仔，心肝搁较会感觉不安。嘛有学者调查发觉，若城市去当着在家来检疫的时阵，有3成的民众会烦恼讲，亲戚朋友对伊的另眼看待。开学未少学童伫校门口需要验明体温，确定身体无异常，才会当进入校园。中华心理卫生协会上新的调查发现，未少家长伫面对武汉肺炎发展的时阵，可能比囡仔也较会出现惊吓、焦虑、不安、烦恼等各种情绪的反应。孩子回家不断的在问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哪个小朋友咳嗽等等，他会过多的询问，也就是他在认知上，他想要找到太多的一个资讯。那家长出现情绪的问题，有学者上新的网络调查也发现，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有7成2的民众感觉心理无啥平静，近3成民众感觉非常烦恼，像无挂水网都唔敢出门。大体注意就是被要求居家检疫的人中，有2成2的民众会疏忽镜头，以避免其他人知影，甚至有2成8认为，那老实讲会失去亲戚朋友，惊会被社会孤立隔离。在2月8号，口罩的实名制之前，还有在各个医师开始在大幅的进行这个卫生教育之前哦，大家的焦虑程度事实上是比较高。专家表示，当民众出现抢买喙暗、抢买卫生纸等行为的时阵，代表心理健康可能出现问题。建议民众会当做一寡运动，调整作息，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并且建立资讯识读能力。像厘清正确的资讯，唔通相信网络谣言，都会当减少惊吓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全国出名的彰化市南窑宫妈祖庙，为着提供济信众A定定，季节相过密切。但宣布讲，今年进香的工课会缩短到2天一暝，嘛无要开放一般的民众参加。当然有真侪信众拢想要对，不过庙方嘛表示讲，也是抵挡疫情摊开较要紧啦。信徒带着中华南窑宫的妈祖神轿，为中华南下分灵本港进香。每年南窑宫的进香活动，拢有上万名信徒参加。不过今年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的疫情扩大，南窑宫决定今年的进香活动无开放一般的民众参加。不少信徒感觉可惜，但是为了防疫，嘛敢若会使配合。如果尽量少一点是比较好啦。现在这种时期啊，有较无彩啦，但是讲吼，是安尼，互咱安尼，伊要讲互咱安尼会当平安安尼吼，算讲嘛是惊咱讲出去讲真正万一若
转来，身体若无好，安尼嘛无好安尼啦。南窑宫是中华的县定古迹，每年3月底拢会举办为期7天到8天的婚林本港进香活动。今年进香原定7天6暝，为3月21号起价。不过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美方向妈祖跋杯请示了后，决定将进香的行程缩短做2天1暝，而且加入庙方的人员、甲马会成员会使参加。因为宗教是要让人平安、健康、甲心灵安定，咱莫因为宗教的迄个过程带了互人民不安，安尼对生命嘛无好。林世贤表示，南窑宫是由10位马会组成，彰化市长接兼南窑宫管理人的身份。庙方甲马会伫进前的会议中讨论出共识，这会做出缩短进香日程，也有限制人员参加的决定。虽然真侪信徒敲电话到庙来问，但是为了防疫，也是希望信徒会使谅解。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彰化公园，咱来看婚林。婚林启动这一间保价事务所，英国捌当作户政事务所使用，买手阁地方的村里当作活动中心。不过这间厝起太久，已经伫咧漏水。启动乡公所，嘛争取1300几万，准备要拆起来重建。总是因为文化资产的法律规定讲，公有建筑若起超过50栋，就要先进行文化资产的评估。这当阵，婚林县文化观光局嘛已经赶紧咧办理会勘咯。来到创办公室，天花板顶面因为漏水落差严重，连坑的办公室的器具拢需要铺上塑胶来防水。这栋位于云林启东乡的村里活动中心，因为年久失修，当年有漏水的问题，地方建议公所等单位会当重整还是进行重建。只要若落雨，内底漏雨漏干咧，连我一寡重建处理用的物件，铁柜啥，拢总已经咧凹啊。云林县文化观光局表示，这栋活动中心过去是启东保价的事务所，兴建在民国56年，是当地户政事务所。因为年久失修，启东乡公所争取1300多万，准备要拆除重建，但看无依照文资法规定，提出公有建物文资停估，目前已经发文要求保证。公有建筑50年以上，就必须要来呈报给县府。好，我们会来去安排委员来做现勘，来确认它的文资价值。我们会等待我们文化处的文资委员会的勘查的结果来做后续的整建或是重建的依据啊，这一点我们会切实遵照我们的委员的建议。这样。文化观光局表示，这个月17号已经邀请文资委员进行现勘。至于启东乡公所就表示，活动中心因为漏水严重，造成村民使用不便，才会争取经费来希望重建。现在遵照文资委员的建议，过来做后续规划和处理。记者为你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讲到这个保价制度，国情就想到讲，较早我咧听杨秀卿老师，咱国宝念歌艺术家，伊咧念4句联，伊念迄个歌尾，讲家长来听会先保证，若跋筊兄来听，互你场赢。若风月场所的小姐来听我的歌，保证你逐暗都找到阿兄。当然这是半咧讲笑，不过歌尾就是安大人客。咱以早解盆税理嘛捌讲过，是讲保价的制度按倒位来。日本时代真侪人咧讲家长啦、保证啦，这个名词按倒位来。今日解盆税理，咱互相来甲探讨一下。照国情目前所知影，我看到千的资料，我所学真有限。我讲出来，和大家做伙探讨。正这就是日本时代拄开始，日本人拄来到台湾的时阵，台湾人南北二路拢是骁勇善战。捌有迄个陈秋菊白马将军骑白马，带真侪北部的民众，佮结合简大使这义勇军去为大场廷啦。哇，好甲讲民政中官苦多心美，伊就真烦恼。伊就按招募替日本人开城门的高显营来研究。讲高显严格，到底恁台湾人这够造反噶？你有啥物款的看法呢？高显营将甲对答，讲大人，我来建议，不妨咱就参考英国清朝时代，咱10户来甲设一个家长，100户来甲设一个保证。因为这个建议造成甲讲，当时的日本总督义玉元太郎才欢喜宣布讲，安尼好噶，台北保价总局来甲成立落。高显营上，你就做第1任保价总局局长来做。高显营自安尼来做第1任保价总局的局长。
价涨10块一个，保证100块一个，搁有哦，搁有就迄当阵的少年家，原来就去设壮丁团，就是讲吼，你变啊17岁到47岁中间，庄头内底较臃肿的，无啥物款不良的品德的少年家，强制拢爱加入壮丁团。壮丁团内底，才就去设团长，就去设副团长，这要创啥？无论家长还是保证，还是壮丁团，咱认真来甲想法彻底，这拢是日本人要掌握、要控制台湾人。因为家长保证，你一庄头一庄头，都互相监视啊嘛。你讲倒一家倒一户要反，你若真正无大声来报、来绕、来甲阮讲、来甲阮通报者。真正连你都处罚得到，尤其壮丁团用台湾人的壮丁，甲台湾人义勇军就去赌，这正台湾历史过去世事变化的过程。过来，咱换来讲原住民的新闻。咱来讲台东县的南王花拳实验小学，虽然因遮有咧顾全防疫的工课，毋过嘛是照本地的教学计划，当年2月开学，拢是共款举办了学生夜小米落去种的民族教育。今日烧香嘛，照常举办这场开学的仪式，这就是要培养嘛这种的原住民囡仔，体会家己本族的文化。咱嘛来看卖。2月开学日，台东县出里头南王花拳实验小学100位学生，伫豪华的避难座传统，唔知影两点举行开学典礼，老师先提醒学生爱互相友爱，谈霸凌。南王花拳实验小学是台东县发展民族教育的实验学校。当年2月开学仪式的重点，就是小米的布种。作为老师带学生，还是种小米的基卡，学生伫大日头骹捡田地石头，佮依照老师所教的种小米。台东县长也亲自来体验，发现部落的生活点点滴滴都是民族教育的教材，答应会继续争取中央支持，成为国内第一间正式的民族秀。去年我们争取了2间教室，那在今年也快落成了。那我们希望能更进一步，再跟中央来争取落实，把这实验2个字拿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硬体建设就是原住民族资源中心，我们希望能够盖一个非常具有原住民意象的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林正宏讲，台东县有7大原住民族群，有发展成正规民族小学的条件。香港学校硬体建设经费真大，需要中央的协助。学校的民族课程设计经过3年时间，结果学校已经有真好基础。在1年级到6年级，总共已经设计好1032节课的文化课程主题，所以我们这3年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校长讲，学生即马已经会当将学到的各种避难族传统文化用来多人解说，而且有真侪户外的学习课程，互学生看起来较活泼有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病情咧传，当然艺术文化活动的票房嘛大大受到影响。咱来看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因就讲3月县内有2场大型音乐会，即摆敢若3成以下位有人来贴票尔。实在讲，因文化处拢有伫咧展览和演艺场所加强消毒，总是嘛望民众会当尽量买票捧场，支持艺文活动。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滚假，民众为着提防新冠病毒，拢尽量减少出外。地区各地头的艺文活动受到真大影响。伫台湾上南边的屏东演艺厅，嘛有真侪活动和节目转延期举办。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文化处在3月推出的2场活动，就是 Kitty 音乐会，还有半岛风声相放伴。这2场的票房目前只有2到3成。那我们也就是请各位乡亲，就是踊跃的来支持我们的艺文活动。原本真受大人囡仔喜爱的日本 Hello Kitty 古典音乐会，不得已延到3月28演出。因为疫情还在炭烧，民众唔敢到室内参加艺文活动，退票的人嘛多，目前票才敢若卖3成尔。我们文化处已经在过完年后就制定了防疫 SOP， 像是馆内的工作人员上工前都要测量体温、戴口罩，而且酒精的消毒。那入场的观众如果额温高于37.5度，也不开放入场，并劝导就诊。那馆内每天也会来进行消毒的作业。文化处强调，为着要让观众放心，大家展览馆拢有加强防疫事工，民众若有家扫发烧即寡镜头，也会禁止入馆。希望大家会使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艺文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7年前，咱国发生有食品业者做买油出来销的风波，这也引起国民对食油愈来愈注重。当花莲的玉里和稻溪者都有农民开始咧种本地是按南美洲引进的印加果，因为这款果子油一高，内底蛋白质、氨基酸的成分更高，
即马这农民嘛组织全台湾头一个应加果的产销班咯。来到花莲玉里镇专门种应加果的园区，16公顷花的沙坡地，应加果顶旋入网啊，农民只采收熟的果子，经过气壳，果肉会当榨出丰富油脂，村里油粕也会当提起市价，上重要就是无季节限制。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因为它是一种在国外的一种野生的藤蔓，它不是说一般蔬菜这样比较脆弱那种的。应加果佮叫做南美油丁，也是应加土豆，原出产南美秘鲁荷兰。成型的果肉都结果时是青色，熟了后是咖啡色。农业会利测验所捌经过，有丰富油脂、蛋白质、氨基酸加多种的维他命，所以花莲玉里镇都可以向农民开始引进栽种，并且成立全台第一个产销班。它富含的Omega-3、6、9比例非常高，尤其是Omega-3比例占了1半以上。它可以做成面包，高品类的食品，那也可以呢，把我们的沙拉、生菜沙拉也可以加一些添加植物。产销班强调，应加果伫全台有部分的小农种，也毋过因为属于小农经营，较无经济效益。若讲生产技术提升，加上专业机构进驻，都会当活化地方资源，带动地方的就业，并且提供民众更加优良的油品。记者综合报道。咱搁倒来看桃园市，桃园观音鸟有一句田趴园真久，草发甲规世界。地方为着搁再利用这块地，决定踮遮种莲花，莲叶嘛摕来做莲花地。这若排解田园趴园的问题，搁甲这片所在变作观光的风景点，嘛带动农产品的销路。农民甲拍带莲叶落入去机器，落去磨做粉，刷了甲磨好势莲叶粉包做一下一下，这就是莲花茶。因为莲花茶会当减少毒素积伫咱人的身躯，所以受到介意食茶民众的意爱。研发夏天生鲜产品以外的这个附加价值，比如说我们的荷叶晒干磨粉，来添加薄荷啦、甜菊之类，就成了一个很养生的这个茶。受到民众喜爱的莲花茶，就是按这块地来的。因过这区田草是发甲规世界，地方认为这块农地拍远去是真无彩，决定伫遮种莲花，结合社区发展协会的资源，伫遮设风采农业休闲园区，毋但带动观光，佮大大提升经济效益。有当时拢囥伫遐发草啦，无伫种做的时阵发草的时阵，佮来水来，因为都会堵起来嘛。因为你草济的时阵，就会开始堵水的，伤到咱顶悬的。像讲这次防灾，我种莲花，莲花佫会当收成，嘛较水啦。社区甲农民合作，顺利解决农地拍远的问题，带动观光发展，佮增加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实在是双赢。记者综合报道。咱若讲到茶量必定想到南投，南投县内茶米的生产量顶全台湾40%。民间乡阁是南投县内茶叶种的范围上界宽的乡镇。去年民间乡冬仔茶比赛，种茶已经种到第3代的农民写一堆真先生，下面2个后生表现得真醒目。因种出来金选27啊茶甲乌龙茶，拢摕到特等奖，实在有影真高。拄冲好的茶，金啊金，闻到茶叶香过芳开，啉落后有影真顺。这泡金选茶和乌龙茶，因为茶叶的品质真好，在咧民间乡农会2019年冬茶比赛，拢摕到特等奖。学做茶40外冬，在咧南投种茶第3代贾习堆，也有伊的后生贾明景，就是这届得奖的人。贾习堆也讲出伊对种茶的用心。给他用什么有机的肥料的摄取啊每一个点都要求的很细心你会发觉他真的一泡好茶会说话。贾习堆自细汉就对爸爸甲阿公做伙学做茶的功夫，10岁伊就学会晓烧茶米。大汉了后，伊的2个后生贾明景也有贾明浩，也接厝内底100年的茶叶斗创新，转型种茶叶的工课，和高山区的茶农拍契约斗阵合作。贾明景表示，这摆冬茶因为天气变化较大，照顾茶园因下袂少苦心，烘茶过程也真够工。茶叶里面它有含量的水分多寡去转换它的那个香气。如果你太操之过急，那直接一次就到位，没有分段批次，那慢慢的，那我们说的慢光出气火的这个阶段，闻起来刚开始觉得很香，但是可能过了2天之后，它里面的那个不好的味道又跑出来了。
10队甲伊规世人做茶功夫传互后生，这摆爸仔囝做伙吊顶，意义真大。赵明景讲，伊会继续延续爸爸对种茶的用心，互人啉会到因对茶休的坚持，也够感动。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较中南部迄边温度压起来到31度，环保署嘛提醒讲，中南部地区空气的品质普遍有较歹，民众咱就要尽量减少出门行踏。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22度到29度，中部24度到30度。南部26度到31度，东部24度到28度，金马平湖17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